下來繼續來看，有一擺真出名的飲料品牌的董事長夫人，佇個人力銀行頂求特助，工作的內容真濟，愛陪囡仔、帶囡仔，愛做董事長的司機，董事長若有家庭活動，就愛做攝影師，等等，愛做的代志是不止遐多。但是一個月薪水只45000，是引發着網友熱烈的討論，講做這個特助實在傷辛苦咯。做董事長的司機，閣愛會曉替董事長夫人翕影片較大，工課800款，甘做護法。知名飲料品牌董事長夫人佇咧人力網站催員工，講愛接送囡仔，陪囡仔讀冊開講，賣接送董事長配合家庭旅遊活動，暗時有應酬就愛騙囡仔困。因的工課在個愛濟，薪水甘嘛濟，看到一個月之薪水45000，網友看到攏吐大氣，講這也做較稀利咧。台灣企業主會開的數字大概就是 50K 吧，應該照理說要更高啦。正常來講不會把這麼多工作放在同一個人身上。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，我覺得這當中可能還會去看一下後面他是不是有其他的，例如說像是福利啊，或者是說他後面可以接觸到的人脈或者是其他資源，這樣子可能對我來說，我可能還是會考量一下。或許45000並不是表面上面看起來的那麼少，其實他後面背後所賦予的價值是很高的。特殊的工作因為要保持隨時 on call 的一個狀況，所以可能月薪要在5萬塊以上會比較吸引人願意去應徵。第二個方面，月休8日這個其實是屬於這個勞基法的灰色地帶，有這個違法的這個疑慮。飲料品牌來做回應，講阮會重新檢視內容，定做調整。其實佇咧求職網站嘛，要聘主管助理，除了協助公司財務、行政等等交辦的工課，上重要的是愛照顧頭家的寶貝狗仔哈士奇，愛駛車載哈士奇去路口洗洗鬧鬧咧，暗時含假日愛載哈士奇去恁兜困，所以處理愛大傾，一個月一個薪水是40000以上。有的人是驚嘔吐，有的人是歡喜感官，薪水最少就改在大家的看法。